移民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在所在地举行了抗议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实施的各种残暴政策示威游行活动。近日，世界维吾尔组织分别在美国华盛顿、阿姆斯特丹、日本、荷兰、土耳其、俄罗斯等国的中心地段举行了抗议中共政府示威游行，向当地国会、议会、民众以生动的图片、文字说明详细讲解了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进行的毁灭性政策，引起了各界关注。6月22日，在中国沈阳市，一名男子因受到不公平对待，为了报复中共政府、报复社会，在大街上持刀行凶，伤害了无数无辜生命。现在的中国各地充满了暴力和不安全感。土耳其执政党自2002年开始掌权以来，今天将迎来历史性的重大转变，举行土耳其总统和国会选举。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将面临叱咤政坛15年以来的最大挑战。土耳其合格选民人数超过5600万，初步结果将于今晚出炉。移民日本的维吾尔族女博士莫克戴斯诺尔在日本岩冈市举行的会议上，详细讲解了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有150多万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无辜抓捕入狱或关押在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并实施有计划、系统性的欺压、破坏、践踏人权、强拆清真寺、结对认亲等等暴力行为，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并表示会采取相应措施帮助维吾尔人。据英国 BBC 报道，当地时间6月23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一项民众集会活动中，发生了一起手榴弹爆炸事件，导致1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爆炸发生时，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哈迈德正在发表演讲。报道称，阿哈迈德将这次爆炸形容为不想看到埃塞俄比亚团结的人的一次失败的尝试。